乡亲啊，继续来到立法院，又搁是表决大战。针对国民党团提出的反废死、反戒严两大公道案，民进党团一透早就发起着甲级动员来备战，更加用老长的发言来背甲意思。另外，在野党团普发现金的提案，国民党团要发1万，民进党团要发6000，这个民众党团要发6000，已经伫个议会通过交付予委员会来审查。立法院民进党团总召郭建明透早带这民进党的立委出动。来备战国民党团所提出的反戒严、反废死两大公道案的表决，民进党团先出招，用发言来阻挡议事。我们对于今天蓝白要联手采用多数暴力、强渡关山的每一个议案，我们都会发挥我们强大而专业的论述能力。大概每一个提案，如果50个人发言的话，大概2个半小时。您不在的这将近1个月的时间呐，朝野都相当的和谐。一出来啊，这个核弹又引爆了。那民众党的党团是先表态挺到底。我们秉持着人民是头家，而且要让人民当家这样子的理念，交付公民投票，让全体的台湾人民大家可以共同来加以决定。我相信是非常符合民进党长期以来所在推动的公投民主的概念。典型民意嘛要反制罢免，不过外界关心的是，敢会把公投依照法规将会定伫今年8月23投票，调也对决优长战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